看台湾儿童权利公约联盟公布一份囡仔防霸凌的经验调查，发现讲有4成内的学生有校园霸凌的经验，有超过2成本身是加害者，嘛是受害者。联盟有设计一套倒仔耍，望讲囡仔伫游戏中来学习互相尊重，拒绝霸凌。 一群囡仔甲妈妈斗阵耍倒仔耍，透过佚佗学习要安怎交朋友，甲照顾家己的心情。这是儿童福利联盟设计的反霸凌倒仔耍，希望透过佚佗，互囡仔学习互相尊重、拒绝霸凌的能力。弟弟在1、2年级的时候有被班上同学霸凌，这样导师的部分这边有一点隐瞒。反霸凌的这条路上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社交能力跟情绪调节的能力，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了解这一些。 为着要了解各校啊高年学生拄着霸凌的比例，台大理家中心甲台湾好处比伫2022年到2023年，针对19个县市各校啊6年的学生，收集到将近4000件的问卷，调查发现46个学生有校园霸凌的经验，其中加害者嘛是受害者的占上侪，超过2成。 遭受霸凌且霸凌他人的这一群小朋友，将近20%的这些小朋友呢，他在心情啊、内心问题啊、行为问题跟自杀意念的情况是最为严峻的。专家指出，霸凌经验和霸凌行为甲歧视经验都有明显的关联。儿童权利公约联盟呼吁政府爱加强学校师资的培育，希望老师会当透过理解角度，同理学生的心情甲创伤，提供照顾，展开对话，避免霸凌恶性循环。才当真正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